第6章嘅第9點，咁而家講第10點啦。第10點呢，你會見到趕鬼趕到呢個時候呢，嗰個人可能跪喺地下嚟哀求嘅，或者佢甚至提出一啲條件嘅，即係佢哀求你嗱，如果你咁樣，我就咁樣啦，咁甚至會咁樣啊。有陣時佢會話你如果唔趕我啊，或者你唔講耶穌個名啊，咁我就會放過你，又唔會附喺你個仔嘅身上啊，或者唔會咧碾死佢啊，又或者係會繼續俾你有咩好處啊咁。有陣時會咁嘅。不過佢無論講乜嘢都好，你唔好理佢啊，你唔好一於唔睬，一於唔理，跪地哀求啊，呢個係必有嘅現象。咁第11呢，佢好可能恐嚇你，佢會轉附喺邊個人嘅身上，或者殺死嗰個人，或者佢躲藏喺邊度後邊啊，或者佢假扮光明嘅天使咁樣。嗱，呢啲咁嘅情形呢，你都唔使怕噶。你可以話我奉耶穌基督個名吩咐你，你唔准轉附喺人嘅身上，或者呢吩咐你唔准你殺死邊個人，唔准你躲藏喺邊度。你可以奉耶穌嘅名吩咐佢。耶穌個名呢係無往而不利啊！你吩咐佢做乜嘢都得噶啦啊！第12呢，嗰個鬼呢可能變得好兇猛，可能要打你啊咁，可能要衝過嚟一腳踢你啊咁樣。但你唔使怕噶啊！我哋成班基督徒圍住佢咁，佢可能衝過嚟咁，但係佢衝唔過嘅。你一到貼近你嘅身邊就彈翻出去嘅。如果佢話要打你，咁佢企唔穩嘅，佢連企都企唔穩，點會起得飛腳呢？企都企唔穩嘅，所以你唔使怕。佢可能顯得好兇猛，或者佢學神打咁啊，哇！齊天大聖上身咁，要用猴拳打你咁，你都唔使怕嘅啊！佢會企唔住咁樣碌低嘅。第13呢，鬼可能呢指着好多人趕鬼嘅其中一個呢，嗰啲輔導人當中呢，其中有一個指佢不潔有罪，你又冇靈修，你係以前犯過咩罪？你有咩權趕我啊？咁佢可能咁樣指喎，佢係真係知道邊個人犯罪，邊個人犯過奸淫啊，邊個人嗰啲醜事啊，可能佢會揭露出嚟嘅喎。咁你如果嗰啲人冇心理準備咧，因為佢咩醜事都揭露晒啦咁。你唔使怕嘅啊！通常咧，佢唔可能咁樣做嘅。通常啊，如果佢真係咁樣做嘅話咧，你可以責備佢。你話我已經認罪悔改，耶穌嘅血洗乾淨我個罪噶啦，你唔好再呃我啦咁樣。嗱，你一定要真係先得㗎喎，係嘛？譬如你真係犯咗奸淫，又未曾認罪悔改啊，而家仲未人對付嗰個罪啊，咁你又唔好去啦，你去就實出醜㗎啫，係咪啊？所以咧，你一定要自潔啊，禁食祈禱先攞去嘅。第14呢，嗰個鬼可能喺嗰個人暈倒之後就出咗嚟一隻啫喎，往往係咁嘅喎。咁你要繼續奉主耶穌嘅名問佢嗱，譬如佢暈倒啦，暈咗之後咧不省人事啦，咁然後慢慢佢醒過嚟啦，咁你問佢點啊？走咗啦咁你要問佢唔得，再嚟問個奉耶穌基督嘅名問你裏邊仲有冇鬼咁？一話奉耶穌基督嘅名，如果佢係有鬼呢，佢即刻唔舒服，即刻會點啊，會口都白破咁樣啊。咁啊呢份嘅趕鬼嘅 notes 呢，又話俾我聽呢，佢有陣時咁嘅喎，鬼啊會分裂嘅，一隻鬼分裂變成兩個鬼都有嘅啊。仲有鬼呢就互相交換能力嘅喎，譬如你趕過呢個鬼咁，後邊嗰個隻鬼就加佢嘅力量。借啲力量俾佢咁樣，佢又會可以咁嘅喎啊！咁啊，所以我哋趕鬼嘅時候咧，甚至吩咐其他鬼唔准加佢能力，又唔准佢分裂。
咁啊鬼又會分裂，又會互相借用能力，又會隱藏。咁啊，所以真係要鬥智啊！有陣時真係要鬥智。你趕鬼趕到個情，點解會咁嘅咧？點解好似趕極嗰個鬼明年弱咗落去，又強翻；弱咗落去又強翻咧？可能就係後邊啲鬼加嘅力量啦。你呢啲又通嘅喎，天使都加耶穌力量咧。耶穌喺客西馬尼園啊，係嘛？天使落嚟加嘅力量。咁啊鬼都係嗰啲犯罪天使嚟嘛，後邊啲鬼猛支持佢加嘅力量咁。咁你又猛趕咁弱咗又強翻，弱咗又強翻。咁你又奉耶穌名禁止其他啲鬼唔准加個力量咁，真係要鬥智噶。你慢慢咧慣咗，你會分辨得到呢種係咩情形，呢種係屬咩情形。咁有陣時你講得好似講得唔係幾得嘅，好似信心動搖係嘛？咁講極好似仲有，咁你又唔知佢仲出咗一隻，仲有一隻，咁你又唔知，你又唔知佢會分裂，你又唔知佢後邊啲鬼會加嘅力量，你又唔知佢互相交換力量，哇！真係好鬼麻嗰啲鬼啊！所以咧。真係要鬥智嘅喎，求神幫助我哋有呢個智慧啊！咁啊，仲有咧，第15點咧，個鬼出咗去有可能翻嚟嘅喎，我講過俾大家聽嘛。呢個基督徒會堂佢哋曾經趕一個鬼，趕咗好幾次都好似趕唔出，佢又打電話問我點解，我話冇理由喎，咁趕出點解又趕唔出嘅咧？點解奇怪咧？後來我話會唔會係嗰個人，即係俾鬼上身嗰個人暗中招佢翻嚟啊？會唔會咁啊？我係喎，呢點未試過。咁再講嘅時候，喂，你有冇叫佢翻嚟㗎？我唔知啊，我諗下佢去咗未啊？咁我又叫佢翻嚟睇下有冇咁。你叫佢翻嚟梗係有啦，係咪？你唔好叫佢翻嚟得㗎嘛。你一叫佢翻嚟就翻㗎咯喎，咁如果有陣時咧，你意志薄弱咧，你唔叫佢翻，佢都翻。意志薄弱，信心薄弱，唔過一個聖潔嘅生活就會咁。所以我哋趕咗嗰個鬼就一定要勸嗰個人咧，一定要過聖潔嘅生活，保守自己喺主裏邊，唔好信心軟弱。鬼可以翻嚟嘅，翻嚟又要趕啦。咁有啲鬼咧，可能頑強唔肯出嚟，死都唔出。咁有個牧師話佢係都唔肯出，到咗4點自己出，咁冇理由4點自己出嘅喎，4點有咩意思呢？佢話到下晝4點我自己出，唔使你趕我。啲鬼咁講，呢個冇乜理由啊！一定係呢個牧師本身有問題，或者係其他嘅問題未解決。如果嗰個鬼啊頑強唔肯出咧，你就要斥責佢。宣告主耶穌已經得勝，厲害咁斥責佢，宣告主耶穌已經得勝。咁通常咧就已經生效啦，因為個能力咧根據你對主耶穌嘅得勝有幾深入嘅認識嘅啫，唔係你有能力喎。千萬唔好搞錯啊！我哋基督徒一啲能力都冇嘅，能力完全係主自己嘅明發出嚟，係主自己嘅能力。你對主嘅信心認識得深，能力就深；認識得唔深，能力就膚淺。咁如果你話我咁都唔得喎，宣告主嘅得勝啊，斥責佢都唔肯出喎，咁點咧？咁咧就要可能咧暫時放低，約個第2日再趕過，然後咧你就再翻去禁食祈禱，再請多啲人祈禱，咁樣趕。有陣時咧就係你個禱告唔夠，要禁食禱告，可以嘅，可以約個第2日嘅，唔好咁啊斷咗佢又翻晒入去咁。你可以奉耶穌嘅名禁止嗰啲趕咗出去嗰啲就唔好翻入嚟。有啲出咗去噶啦，有一隻可能唔肯出咁啫，咁第10、17、18。嗰個鬼頑強唔可能唔肯出嚟呢，可能嗰個人呢仍有屬魔鬼嘅偶像符咒啊等等喺佢身上，咁咪要清查啦。所有凡係嗰啲符咒啊、偶像啊，甚至呢係佢年輕嘅時候契過俾觀音或者契過邊個做契仔啊，
或者係佢喺空氣裏邊寫一啲符咒落去啊，或者吞咗啲符咒落個肚啊，或者係佢有一啲手勢嚟作法啊，有嘅喎，有啲手勢咁特登咁一個手勢咁嘅作法嘅喎，呢啲等等咧都要除去，一定要呢個俾鬼上身呢個人佢自己本身要抵擋，然後咧我哋叫佢除晒所有呢啲物品。通常咧你唔除去晒呢啲就好麻煩，趕極咧個鬼仲翻嚟。你話點解呢啲物質會咁大力嘅咧？咁唔係個物質會大力，唔係嗰個符咒產生力量，係嗰個人信嗰個符咒，嗰個人啊信嗰個偶像，認為嗰個偶像保持喺我度，我就會護身啦，或者會乜嘢啦。嗰個信心信咗落偶像嗰度產生呢個抵抗嘅能力。本來偶像係冇嘢嘅，偶像係木頭或者係石頭做嘅啫嘛。佢本身係冇嘢嘅，符咒啊紙一張啫嘛，畫啲字上去啫嘛。冇嘢嘅，但係因為嗰個人信咗落去咧，魔鬼就藉着呢件事咧嚟到控制住佢。第19咧就係頑強嘅鬼咧，佢唔肯出嚟咧，可能又因為嗰個人暗中叫佢翻轉頭，呢個頭先講過啦。第20咧，咁一路講咧，又要不斷唱詩、祈禱、斥責、宣告。呢啲咁嘅過程咧可以重複做，又唱詩，又祈禱，又斥責佢，又宣告叫佢出嚟咁。然後咧可能有一個過程啦，又暈咗，又出咗一隻啦，然後再嚟個又唱詩，又祈禱，又斥責，可以重複咁樣做。只要嗰個人有反應就得啦。所謂有反應咧，佢口吐白泡啊、抽筋啊、好痛苦啊、碌地啊，呢啲即係有反應。有反應即係表示佢頂唔住咁解。佢頂唔住先至會抽筋、口吐白泡嘅喎。有反應就繼續嚟，知道我哋得勝緊啦。不過咧仲要時間，繼續唱詩，繼續祈禱。咁第21咧，嗰個頑強嘅鬼唔出嚟，可能咧仲係有一個原因啊，因為已經出咗嚟個鬼又翻去，或者出咗嚟一隻裏邊還有，或者分裂成為其他個鬼，或者係其他個鬼支持嘅能力等等。又要注意呢啲。22呢，所有個鬼都出咗嚟之後呢，呢個人呢會表現得極度嘅疲倦，甚至死咗一樣。差唔多個個都一樣嘅喎。個個人俾鬼趕咗出嚟都係發現到自己好攰好攰。呢個差唔多成為公式嘅。如果個人你見到個精神龍精虎猛啊咁樣咧，目露青光啊，好精神，即係唔得，即係仲有鬼。一個人嗰啲鬼趕咗出嚟咧，梗係佢精神弱咗嘅，好攰，有啲暈咗，有啲咧就係講嘢都細聲咁成個好似麵粉咁樣，成劈咁喺度咁樣。咁如果係咁嘅弱嘅情，你唔使驚啊！你唔好以為佢就死啦，咁點搞啊？唔係噶，鬼出咗嚟係咁噶。咁呢個咧可以大家會見到咧呢個現象咧，差唔多多數有啦。除非嗰個人咧俾鬼附嗰個程度好淺咧，好淺嘅時候咧趕咗個鬼出嚟咧，佢就嗰個疲倦嘅程度就淺啦。如果鬼附嘅程度深咧，趕咗鬼出嚟咧，個人嘅疲倦嘅程度好深噶，係咁嘅。咁你可以俾啲嘢佢食然後咧再奉耶穌基督個名問佢裏邊仲有冇鬼，然後為嗰個人祈禱，求神保護佢咁樣，咁就完晒呢個趕鬼嘅過程咯喎。咁事後輔導，趕晒啲鬼出嚟嘅時候咧，我哋最緊要加以事後嘅輔導。第一咧要警告佢唔好再犯罪，係咪？耶穌都係咁噶。趕晒嗰啲人嘅鬼出嚟就叫佢啦，你唔好再犯罪咯喎。醫好大麻風嗰個人又係一樣，叫佢唔好再犯罪咯喎。赦免咗嗰個淫婦之後呢，又一樣叫佢以後唔好再犯罪咯喎。罪係好厲害魔鬼嘅根據，一定要叫佢唔好再犯罪。但係又要注意喎，如果神赦咗個罪嗰啲呢，就一定要信神赦咗喎。
唔好仲有陰影，覺得仲未有啊，仲卸咗，仲有痕跡啊，呢就做魔鬼詭計㗎。而且一定要信神嘅赦免咧，係好徹底嘅，潔白到好似雪咁潔白。你要相信呢一點喎，啊！咁如果唔係嘅話咧，你就硬係覺得認住仲有啲嘢，認住有啲嘢咧，就中晒魔鬼嘅詭計㗎啦。第二咧，警告鬼可能會再翻嚟嘅。佢翻嚟嘅時候咧，就會恐嚇佢、引誘佢，甚至再附喺佢嘅身上。不過通常咧，用恐嚇、引誘在先嘅，啊，恐嚇咁。可能你夜晚瞓到半夜，突然間陰風陣陣啊，有啲鬼擲住你啊，或者鬼影重重啊，有個聲音同你講話，一定要你將你個權柄交出嚟，你嘅舌頭嘅權柄或者你個眼嘅權柄啊、意志嘅權柄啊交出嚟。如果唔係咧，就殺你啊，或者咩咁恐嚇你啊。咁有啲咧引誘你，引誘好多辦法啦啊！俾啲咩甜頭你啊，俾啲咩能力你啊，或者係俾你見到異象啊，或者係甚至喺個裏邊同你講話，就話：誒，你冇搞錯啊，我係好㗎喎，你又趕錯咗喎咁，或者話你咁樣搞法係褻瀆聖靈喎，啊，或者話喂，你信嗰個耶穌係假嘅，我先係真嘅喎，佢會俾好多勸告你。但係請你記得，魔鬼通常嘅引誘呢，都係冇乜真理嘅，冇真理背景啊！你站穩喺真理裏邊，一定能夠抵擋佢。你喺禱告裏邊分析啊，喺禱告裏邊分析，用聖經嘅真理嚟分析，係一定冇你辦法。真理係最大嘅試金石。第三呢，就要呢個人呢，一定要歸榮耀俾神。嗱，好多時候嗰啲人，嗰鬼趕咗出嚟之後呢，嗰個人唔歸榮耀俾神，就成問題啦。點解呢？因為佢一唔歸榮耀俾神，即係對神嘅認識唔得深啊，唔覺得係神嘅能力拯救佢啊！我咪同大家講過喺大角咀，我哋趕嗰個鬼呢，趕咗出嚟之後，嗰個男仔咧，佢話：你啊唔好話佢攻擊人哋佛教，你哋啊法力高啲，人哋佛教都係好噶嘛咁。佢只係覺得我哋嘅耶穌高啲，佛嗰啲佛咧都係好嘅咁。嗱，佢一唔歸榮耀俾神啊！一錯誤認識呢，鬼就翻嚟。一定要叫佢歸榮耀俾神，呢個神就係獨一無二嘅真神，係佢嘅救主，一生成為嘅救主。一定要清清楚楚呢一點，仲要堅固佢嘅信心，藉著聖經啦，同埋聚會啦，啊，同埋呢嘅靈性輔導啦，等等啊，同弟兄姊妹相交啦，咁樣啊，堅固佢嘅信心。所以你要俾好多聖經節佢。上一次我咪同大家讀過嗰啲聖經節啦，係嘛？嗰啲聖經節好好噶噃，啊，最好叫佢背晒佢，用啲紅筆 underline 住佢，咁一有咩信心意人拎出嚟讀，都好有效力噶喎，啊，咁咪叫佢參加聚會，同其他基督徒來往，同嗰啲唔好又有鬼上身嗰啲人咧，唔好同佢來往，因為通常呢啲鬼上身嘅人咧，啊，有陣時會似吸毒嘅，會上癮嘅，啊，好難甩啊！見到其他嗰啲人嘅心思思又上又翻過去噶啦。咁啊，仲要呢，要有好嘅靈修生活，啊，要有好嘅靈修生活。咩叫好嘅靈修生活呢？嗱，有啲人呢認為好嘅靈修生活就一定要好長時間，要好早起身，唔係一定嘅喎。固然間祈禱靈修呢，唔可以3-2分鐘搞掂，又唔可以瞓到大天光啊，日上三竿都唔靈修，唔可以咁。但係好嘅靈修生活呢，唔係用呢啲外表衡量，係用你有冇心到神嘅面前同佢相交衡量。啊，你如果真係同神相交呢，你就會帶出屬靈嘅能力。所以嗱，譬如你跪喺度8個鐘頭咁，我真係有個朋友跪喺神嘅面前8個鐘頭，但係佢點呢？佢大半時間喺度遊浮上東上西，冇咯，嗰啲冇能力。但係如果你祈禱好專心，每一次一跪喺神嘅面前好敬虔，同佢一啲隔膜都冇，
你同佢嘅交往啊好親密啊，咁你嘅靈修生活咧，好可能咧就係好短時間都達到好高狀態啊！所以有陣時啊，我哋中魔鬼嘅詭計咧，同你自己對於屬靈嘅態度好有關係。咁啊，仲有一個輔導咧，就係要叫佢咧同邪術、假宗教斷絕關係。即使佢俾你乜嘢好處，你都唔好要。乜好處你都唔好要。能知過去未來喎，唔要。好快樂喎，唔要。內心充滿平安喎，四大皆空喎，與世無爭喎，唔要。啊，乜都唔好要，過翻正常生活最好噶啦。啊，同時咧，要呢個人注意佢嘅心理可能好弱。啊，要注意呢個人嘅心理可能好弱，因為咁嚇過嘅緣故咧，可能心理咧上面有後遺症。啊，以後都驚驚地啦嚇，以後咧就特別怕呢啲嘢咁。心理有可能有病，所以又叫佢咧多啲禱告啊，更增強信心啊，甚至咧可能咧係要食啲鎮靜劑啊，咁都未定。咁啊，第六章咧我哋講完啦。咁啊，第七章咧呢度講到聖靈同邪靈嘅鑑別。